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，哎呀，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了。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。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，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，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哪儿都好。